好啦，继续来到立法院的维权委员会，今仔日是审查行政院版本的人工生殖法的修正草案，但是这个草案也是无包括也未达成共识的内因相关的条文。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甲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珠当场就呛起来了。 陈昭之委员，我要叫你陈9条吗？陈9条代理孕母够吗？民进党立委林淑芬经替民众党立委陈昭珠说，代理孕母条文无完善，无顾母仔囝权益。陈昭珠嘛全力等，也政府总统拢支持代理孕母的出版来回扣。他们没有读书，但是这个羞辱我是很习惯的。其实人工生殖法这次修正也不过20-30条啊。只是陈昭珠为了推动代理孕母纳入修法，开会开到一半就离开。 前往拜会民进党团总召郭建明。你在办公室嘛？哈，你几楼？好，3楼哈，我现在过去。人传出会伫咧今仔日变更议定摆审人工生殖法，是郭建明下令调回劳建局将草案随调审查，嘛希望赶紧出委员会。不管什么样的一个说法哦，但是在卫环委员会，我一直以来在处理相关法案的审查，我们一切就是依照程序。总召您是有下令希望今天可以出委员会吗？透早就到委员会来电场，引发南北下，和民进党来传出最一声音。这破绽这么大，还准结婚吗？你要禁，那你禁止结婚吧。那个是婚姻圆不圆满的问题。那一样啊，那你也是担心待遇圆不圆满嘛？你也是担心待遇圆不圆满嘛？ 陈昭珠嘛证实，想要推动的版本以2024年5月行政院版本为主，开放同性牵手、都是人工生殖，和代理孕母合法进行了停。不过因为社会侪意见，所以在去年年底，政院通过新版的修正草案，适用满18岁都是女性和已经结婚的查某同志，嘛改读代理孕母的相关条文。柯 P 那天拜访他的时候，他说他想办法要让他出围。代理孕母的议题引起调查政会，嘛让大家看到。 修法背后的证据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